最近有好多香港朋友問我，內地同香港嘅醫療到底有啲咩分別？其實我個人呢就咁樣分析嘅。香港係全球平均壽命最長嘅一個城市，人均壽命女士可以去到87歲，男士去到83歲。喺醫療方面，佢一定係有一定程度嘅幫助，先至可以得到咁長壽嘅。咁即係講明香港嘅地方嘅醫療呢，真係全球領先嘅。咁但係香港嘅醫療呢，就分開咗兩種，一種呢，我哋就係叫做公立嘅醫療。另外一個系統咧就係我哋嘅私立醫療。咁公立醫療咧，因為咧佢個負擔太重，每個人都排隊排好長時間，輪候嘅時間就會更加長。咁但係喺私家醫療嚟講咧，就會好貴。咁佢一定係用保險嘅制度嚟去做輔助嘅。咁呢個就係香港嘅醫療情況。咁反而內地咧，而家大灣區我哋香港朋友咧可以喺呢邊買一個醫保，即係講緊每年都係幾百蚊嘅問題，就可以享受喺內地接受醫療，可以有一定嘅保銷制度啦。咁而且咧，內地嘅醫療相對嚟講係比較充裕嘅，就唔需要輪候得太長時間。只要有預約，其實上午預約，下晝已經可以見到專科嘅門診醫生，有效性係會更加好嘅。其實講緊而家內地嘅醫療咧，已經係做得相當好嘅。咁有好多朋友就擔心話：我如果我買咗中山嘅醫保，我係唔係唔可以享受其他城市呢？其實唔係嘅。我哋如果喺中山買咗醫保，喺中山接受醫療，佢個報銷比例會比較高。咁但係去到其他城市，譬如我要去北京睇病，都可以有報銷，但係有好多嘢就係報銷唔到，只不過一個報銷比例嘅問題。但係相對嚟講，嗰個整體費用咧，都會比香港嘅私家醫療咧會平好多。咁其實咧，我哋一般慢性疾病或者一啲普通嘅疾病咧，其實我哋喺本地就已經可以滿足得到嘅。咁但係如果一旦遇到一啲重大嘅疾病，亦都可以返香港接受醫療。所以大灣區融合呢一樣嘢係對我哋香港朋友係好友好嘅，特別喺醫療政策方面，其實係等於咧，我哋可以同時享用兩邊嘅醫療制度。咁大家唔知道我呢個解釋會唔會清楚？如果有問題，繼續喺評論區留言俾我。